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將每年嘅9月20號定為全國愛牙日。今年嘅主題係口腔健康、全身健康，副主題係減糖控體重、護牙促健康。我哋呼籲市民改變重口味嘅飲食習慣，減少糖分嘅攝取，並且定期進行口腔檢查，實踐早預防、早發現同埋早治療牙患。口腔健康同整體嘅身體健康係息息相關嘅。蛀牙同埋牙周病同其他慢性疾病有住共同嘅風險因素，例如吸煙人士會較容易患上心臟病、糖尿病同埋牙周病。高糖分飲食唔單止會容易導致蛀牙，亦都會引致肥胖啦，從而增加患上糖尿病同埋其他慢性疾病嘅風險。另外，糖尿病亦都會增加發炎，並且減慢復原，令到牙周病變得較嚴重。而牙周病控制得唔好呢，亦都會令到血糖更難受控。因此，健康嘅飲食同埋生活習慣對於保持口腔健康同埋身體健康呢，係同樣重要嘅。每個年齡階段都應該重視口腔健康，從小培養良好嘅刷牙習慣同埋健康嘅生活模式。每年進行口腔檢查，能夠及早發現並且處理牙患。牙齒缺失亦都會容易導致咀嚼困難，長遠嚟講會影響健康。因此，保存牙齒，尤其對於長者至為重要。我哋呼籲每位市民，除咗每年至少要進行一次口腔檢查之外，亦都應該減少糖分攝取，唔好食煙，唔好飲酒。健康嘅飲食習慣係國家健康中國行動2019至到2030年政策嘅重要一環，唔單止能夠降低蛀牙風險，亦有助預防肥胖、心臟病、糖尿病等等慢性疾病。讓健康從此開始，注重自己嘅生活習慣，保持口腔健康，維護整體嘅身體健康。吓？我哋啱啱先打完邊爐，做咩咁多嘢食㗎？係咯，我哋由晏晝開始食到第3彎啊！咁聽日放假啊嘛，又係你哋話今晚打機追劇持久戰，點可以冇零食㗎？哇！咁食法咪好易有蛀牙？放心啦，我已經專登揀咗啲鹹嘅同埋低糖配方㗎啦。其實只要頻密咁食嘢，就會增加患上蛀牙嘅機會，因為大部分食物都有機會含有糖分，無論係甜食或者係鹹嘅食物，所以每次進食都會增加患上蛀牙嘅機會。吓？乜唔係食糖先會引致蛀牙嘅咩？原來每次食嘢都有機會引致蛀牙㗎，咁點算好啊？咁又唔使咁緊張，其實我哋只要盡量保持餐同餐之間相隔有一段時間，咁就可以減低患上蛀牙嘅機會啦。吓？即係牙齒都有中場休息，咁要休幾耐㗎？呢個我知喎，上次去睇牙，牙醫話大家應該減少每日嘅飲食次數，盡量喺早、午、晚3餐食足夠嘅份量。如果有需要，2餐之間最多只係食1次茶點。咁食完嘆翻杯奶茶、咖啡都得啩？如果需要飲奶茶或者咖啡，就要喺食正餐或者茶點嘅時候一次過飲埋，最好唔好慢慢飲。當然，口渴嘅時候盡量飲清水解渴，咁樣先算係最有效減少飲食次數嘅。咁我準備咗咁多甜品同小食，點算好啊？留翻食完正餐一次過食埋咯。咁好啦，咁你哋幫我拎啲清水出去啦。